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咱大家甲咱的手机切去静音的模式吼。咱准备咱的心，咱今仔日的礼拜马上就要开始。咱奉主的名，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最患难的时，耶和华坐伫做王，耶和华坐伫做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要赏赐困难，予伊的百姓。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请兄弟，咱三角起立，咱来念圣诗350。Say
底大家去看，咱三角用疏导圣经来做信仰的告白。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使命。咱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伊本就伫个岛天来受苦。定是给死来做弥补，第三日对世人用口话，像你那这专业的上帝的大名，你要对了过来心满华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我共同的教会，信我上讲，做下面就给我因为阿门。感谢。咱大家来读今仔日课英文，课英文第9篇吼，就是诗篇的第30篇。我来起，请兄弟来。计是得到下面，罪过得到亚坦。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干柴。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因为我同你大声喊，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伸出我的计词。你就赦免我犯的罪。因为安尼，既然虔诚的人，是通找到你的时，就遇到你。我最原来的时，你到我面。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我为你艰苦，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归我。我要告诉你，这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做入目看你，来肯管你。我要用马甲样马的手来约束伊。该人性济济苦难，另二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心正的人啊，你就出欢喜的声。咱三角拍头来祈祷。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阮天顶的爸，你是阿法。也是欧米伽，你是迄个起头的，也是迄个落尾。感谢你主日，也搁召集阮众人三角来学罗敬拜主。我也要感谢你，随往大水泛滥的时，魔鬼骗阮了世间，四处要找困食的人。但是你有阮众人兴起拯救的角。不想使阮众人有大恩的相信，阮众人会当飞去旷野，到你对阮众人所伫的所在。主啊，你是阮闪避的所在，也是阮安全的要塞。由你用得救的歌四围来维稳，互阮能靠着主来见信去买大路。这时阵，我也要恳求主，用你平安赐福，伫阮家内的厝里，后你便利的调养的兄弟，求你互因早日能恢复因的健康。阮教会内底嘛有济时间，求主你来守住气力，坚固咱。所有当中手中的手，愿阮所做一切，拢得到你的欢喜。所以，我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继续祈祷。我的名是，你的我领导，你的旨意正，你对你是你，我的心有关，下面我的保护，你就关掉下面过关的。我定草案这个事，就给我换一派，因为国方面的
因跟共喜受，代代有幸。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哩启示录12章的第1节到17节。我来读，请兄弟来。第1节，有大牛头出现伫天里，有一个妇人人，身躯穿一头，伊的骹的附近，头壳底12粒星的冕翎，也有怀孕。因为要生囝的艰苦，痛痛就后去。佫有别个牛头出现伫天里，有大尾、赤色的鳞，7个头，12角，头壳底10顶的王帽，伊的尾拖天顶的星1/3坠落地，人徛伫要生囝的妇人人的面前，听候伊。生了，就要吞食伊的囝。妇人人生查某囝，就是要用铁管治理万邦。伊的囝受带到伫上帝以及伊的座位。妇人人就行去旷野，伫遐有上帝所备办所在，互伊伫遐得到应赐1260日。伫天里。就有交情，米迦勒带伊的妻婿去甲人交情，人也带伊的妻婿去交情，被人赢。伫天里因着无骨有所在。迄位大人就受揭露，就是老大，称作魔鬼，也称作撒旦，要迄普天下。伊受揭露的地里，伊的妻婿也甲伊受揭露。我就听见伫天里有大声讲：咱的上帝拯救、甲权力、甲国，以及伊的基督的权，打拢到。因为控告咱兄弟的，就是每日伫咱的上帝面前控告因的，已经受揭露了。因为杨过的血，甲因所坚信的道理来看赢伊，虽然到死也无疼惜因的性命，所以才会天甲徛铁伫因中间的忍着欢喜。但是地甲海不知的，因为魔鬼已经到恁遐有大受气，因为伊知伊的时无偌久，人看见本身受揭露，就本着迄个生查某囝的妇人人，就大英的两支是互妇人人，互伊飞去旷野，到伊的所在，离开蛇的面前，伫遐得到应赐之后，分两之后，搁半之后，蛇伫妇人人的后面，对伊的嘴吐出水，亲像河，要甲伊抢去。对帮赞妇人人，就开喙吞羊所吐出的河水。人受气妇人人，就去甲妇人人其余的后裔交战，就是守上帝的戒，有耶稣的干净。迄时人就是徛伫海边的山顶。咱请咱的圣歌队，互咱大家来参加来学习咱的上帝。
好，来，咱就来欢迎戴茂堂牧师，特别来甲咱讲道，伊讲的题目是见性大红莲。哎，这位大家平安。咱后礼拜有一个戏，咱什么电影你知无？后礼拜。我输九厘。对我输要就任对无？哎，请咱拍头啊，一好。对我输就任，伫咱教会是要做啥代志？你就无写，你无讲无读吼。我来加一个老师无哦，伊要做啥？教育。佫一个讲法叫做总理啊。你看今日讲有关的，所以我特别爱讲伊个，我斗开手吼。你要太赢大尾红莲吼，你着爱有上帝专门的分宗啦，爱总理。啊，怪我们师主要就是要甲咱总理，所以咱可以咯吼。我今仔日讲了，到底你有法度赢大红莲啊？无法度，啊，着看你甲杜牧师配合偌好势吼。好，会当甲头前的点关掉无？安尼会较清楚，有感觉我物件较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照那个前面的那个，这张图就是迄个题材，你家己吼，甲迄只大尾红莲咧烧台啦。咱今仔日是已经进入去2年，唔好搞后壁切掉是吧？甲电脑切掉就好吼。泡沫唔好切掉啦。好，这个，咱对虎年到虎年，今年是1年，虎年吼，圣经做来做去2只虎，一只叫壁虎，一只叫做虎口。无够好讲，所以我讲伊西啦吼。兔仔年干那一只叫做无前去，龙年足好讲。圣经讲足一年的故事，而且咱干那集中伫启示录12章，因为我讲即种甲龙的故事讲啊足完全吼。所以咱看讲，咱要安怎太赢即尾大红莲？好，即张图吼，互你看吼，东方的龙甲西方的龙无相共吼。请问龙是好物啊，歹物？是好啊歹，看你是东方还是西方啦，你知无？那伫西方歹物，就是要甲你烧台啦吼。圣经较我西方东方龙是好是皇帝对无？龙吼，所以我有去研究即个无共文化对龙的看法无共，我小可甲伊统计者吼。
这mythology 吼，灵的神话吼，神话这边东是叫做神灵神龙，西洋就叫做魔龙吼，这个神魔就无共吼，神跟魔啦吼。东灵是兔子，你知影一种花叫做灵兔子有无？灵兔兔子代表啥？地位，所以兔子互你就足忝，所以灵是兔子，西方的灵是兔子来兔火吼。你火跳动着，你就收翻头针收了吼。所以这就无共款吼，只要你智慧，就是要甲你毁灭啦吼。东的灵是天文教育啦吼，西方的灵是四肢脚，两个膝啦。你看咱东的灵无膝啦，就一尾仔蛇拢是头甲蛇无共吼，共。西方的灵足注意哦，四肢脚，就要先恐龙啦，先恐龙，有两个膝啦，会爬啦。东的灵代表是皇帝。尊贵，西方的灵是战争敌对，甲你做对头，所以无共款。圣经启示录12章讲三个异象，这三个异象就是咱今日有一种，这个查人伫咧生囝，这第一个异象，叫做灵喷雾吼，这查人伫咧生囝，口甲足大声，这张图吼是我去斗的啦，因为。你要讲查某人穿日头骹打地吼，佮头壳低个日子吼，我找袂到，所以我只好去找一条日头放伫后壁安尼。甲你想办法互伊穿日头吼。这个灵魂是第一个印象，一个查某人大巴肚要生囝。第二个就买灵就要来食伊生伊个囝，所以第二个是这个人吼。这叫做大红莲，这是咱今仔日的主角。大红莲真趣味哦，有7个角，有7个王木，所以讲起来，这甲咱的政治小可像，咱讲王冠代表是统治者，所以这尾灵会透过世界的政治要来影响，伊要对付的是迄个要生囡仔的迄个查某人要生的迄个囝，对，有三vision 三个意象。这查某人吼有心嘛，时间到，囡仔生出来，伊就要食，总是无成功，因为生出来了后，迄个囡仔就叫接去天父上主吼，讲上帝去保助遐。故事就安尼啦，总是后壁12章就详细讲，即中间连甲查某人甲即个囡仔的，中间的关系发生啥物代志，真趣味，因为即个吼，你若详细看看，无法度捉了到底连代表啥。囡仔代表啥？妇人代表啥？敢若有代表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有当你读了会回归。今日我试看我会讲清楚吼。灵较无问题啦，因为灵一个圣经就讲大灵就是迄只古蛇，叫做魔鬼，叫做撒旦，所以伊的名已经去互卸去啊。即只灵就是魔鬼撒旦，安尼讲对无？这改经家拢无通骗啊，就是圣经甲面讲嘛吼，伊叫做以经解经。用即只，伊介绍讲吼，即只灵就是古早的蛇，伊的名叫做魔鬼，佮叫做撒旦。伊创啥物代志？伊袂晓，总是伊去互摔落来地面上吼。伊的数价，圣经有讲3%吼，做伙摔落，这是启示录12章9节。所以即只无问题，大红灵就是魔鬼撒旦。第二个，即个婴仔，即个嘛较好讲，总是你爱小看了解伊的背景。伊讲妇人人生一个查甫囡仔，将来要用铁管管万国，这是即个查甫囡仔大汉了后要做代志。伊去互接去上帝保做，所以即个铁管将管万国，你都要去查圣经哦。圣经倒有讲，一个查甫囡仔用铁管将管万国有，这是用19章，这就你爱较认真查啦吼。你若做用谷歌吼，你家写铁杖，这样的话，谷歌帮你找，你知道？你就法度去用你在圣经来了解，即个囡仔是随伊的新闻，就是用这来定哦吼，就是用铁管管好人国。伫倒位你知无？启示录19章，所以你要解释圣经，就用19章来解释12章啦。因为伊无变讲伊啥物人嘛，总是伊要做代志是要管万国。即个要管万国，即个囡仔大汉了后，就叫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
所以到遮来讲，用民主的主，咱就较知影讲，即个囡仔就是讲耶稣，安尼讲对无？哦，将来要统治即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咱透过19章来确定即个囡仔的身份。好，到遮来即摆就剩即个查某人，啥物人生耶稣？这第一个答出来，玛利亚。这即摆咱嘛查某人玛利亚嘛，但是因为即个查某人圣经讲，伊穿一头大鸡牛，佫12粒星，这甲玛利亚怎么扯上关系呢？佫即个查某人，但你讲的月世，迄个啥物一载、两载、半载，1260天，迄是咧讲月世。玛利亚就无活到月世啊，所以伫遮就开始，改经家就开始有无共款的解释。我感觉讲，即个查某人有可能代表夏娃，哇，安尼走去夏娃咧？你圣经有出现查某人的后裔，该尾蛇中间的问题，应该出现是伫创世纪第3章，因为只有3个以上对无？一个是要生囝的查某人，一个是生的囝对无？啊，第三个就是要买蛇还是灵对无？你会记你伫创世纪第3章？蛇是毋是引诱夏娃去食迄粒无应该食的物件，对无？啊，伫遮继续讲讲，去买灵就是引诱世间人。第二，圣经创世纪第3章讲，上帝甲蛇讲，将来查某人要甲你做对头，查某人的后裔要甲你的后裔做对头，总是查某人的某一个后裔要对付你，要打你的头，你要甲伊的头落边。所以伫遮看起来。即个蛇想要食即个查某人的囝，第一该出现是伫创世纪，所以伫夏娃，啊，毋过夏娃，创世纪了都无安尼，所以夏娃，甲人世界对了，伊坠落了后，天边为着要拯救咱，伊就开始进入即个救恩的即个过程，啊，魔鬼就拐互上帝把咱去，所以。规本圣经咧讲，就是启示录12章咧讲，即个连而且查某人的后裔中间的一个斗争啊，实在讲是很好，咱个人详细来看吼。所以第一个较简单讲，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拢是玛利亚无法度解释所有的12章，所以我第一个讲是夏娃。而家讲夏娃咧，夏娃就是互去买蛇诱惑，甲犯罪嘛，对无？总是上帝为着要救咱，脱离即个蛇的即个诱惑，是讲一句嘛吼。我要互你甲查某人冤仇，你的后裔甲查某人的后裔要变冤仇。查某人即个女人的后裔甲即个女人无共款吼，即个是多数无定冠词，即个是单数定冠词，啊，这中文就你就讲袂清楚吼。你若去看英文还是其他些，伊拢有迄个热定冠词，啊，单数啊多数人哦。后壁你讲迄个查某是查某人的某一个户，安尼知意思？毋是所有，是某一个，伊要对付的是蛇的某一，伊要对付的是蛇本身。所以圣经伫即个启示录第1章加第3章是一个西瓜，啊西瓜就即个对战，到尾后发现讲，第三个对无着，我摆互恁看吼，要诚注意哦。讲你，就是即只蛇，查某人。就是夏娃嘛吼，因两个好，伊听伊的话，所以才互世界对了。所以上帝为着要甲咱拯救，就爱互因无好。简单讲就是讲，若是讲你有交一个女朋友，你的女朋友去互你的同学，啊引诱伫甲伊好的时，你爱想办法互因无好，你才有机会，啊，迄个女朋友拉回来，知影迄个意思无？吼，因为上帝做人是要甲人相好，啊结果。查某人去互迄个蛇引诱去，我话系啊，啊女朋友去互救着，为什么讲互恁无好，啊我才有机会抢，差不多即个意思啦吼。这是一种爱情的战争吼。所以呢，上帝讲查某人爱甲蛇无好，我才有机会甲人救倒来。啊查某人的后裔，这是多数吼。蛇的后裔甲查某人的后裔，原来无好，所以这变做个人的问题，变做两族了，人类跟魔鬼要不好，啊，要安怎结束这个代志？到尾来结束就是这吼，这个叫做这个女人的后裔吼，我用红色
甲这无共正式的真正的好意，就是讲改名誉，某一个户，这就是咧讲耶稣啊。所以，伫创世纪的时，耶和华已经有一个户的，伊要对付的毋是改蛇意哦。你想讲，这个应该是蛇的户，毋是伊无要对付某一只蛇，伊要对付的是这蛇。你真注意哦，查某人的户的要上，这种要上你的头，所以要打你个蛇头吼，上你的头。打了后足大声无吼？请问蛇的头若去互人家摕着，伊会死，总是伊袂马上死。安那，伊知影伊要死啊！所以圣经讲，伊知影伊的时间无偌久啊，有无？就变足歹。你一尾蛇你若甲打着了，伊会比普通时搁较歹，因为伊知影搁偌久伊会死啊。伊要打着以前，伊怎头边甲夹一牵。所以即尾蛇嘛，无遐简单咯吼。伊讲你咧，即个查某人的户对付的，毋是即个蛇的方式，蛇本身，总是蛇嘛无遐简单，伊要上伊的骹后边，即只蛇呢，伊就来加入去，哦，加入去，好歹做来声有无吼？安尼你头摆做清楚无？所以救恩实在是透过一个足厉害的见证，毋是足和平啊。撒旦无遐尼紧就控制咱。所以，伊甲加着的是蛇嘛甲，吼，伊甲打头，伊甲加骹啦，吼，这叫做苏西节。这所以，伫遮三个角色，一个就是查某人，一个是查某人的后裔，一个是蛇夫。所以我才讲，这是就遮咧讲的，古早夏娃的时代，就已经产生即款的三角礼啦，吼，多吼。所以，林吩咐咧。伊个穿日头、大月亮、12月星，我若甲你讲，圣经都有出现日头、月亮、12月星，你会想到什么人？约瑟，约瑟做梦，我梦见日头、月亮，佮11月星，伊是第12月星啦吼。所以真注意，伊遮咧用即个日头、月亮甲星，是咧讲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家族，因为上帝要救咱。查某人的迄个户，毋是对中国人，毋是对美国人，是对以色列人出。所以讲起来，即个查某人出现即个救主的是以色列人，所以毋是夏娃。所以伫遮有玛利亚、夏娃，也是以色列人。若以色列人规个启示录就较会当了解，以色列人到即摆要记个。上帝伫人的历史中间，撒旦一定要甲以色列灭掉，若灭掉，耶稣就无机会出世，伊就成功啊。所以。为出埃及的时，法老王就想要甲以色列10户囡仔拢灭掉。耶稣出世的时，希律王就要甲所有10户囝仔杀掉有无？这个启示录就总有关的，所以看起来以色列是一个更较快的一个象征。这个日头、月亮、甲星，这是以色列人，就是阿伯拉罕的户。以色列人，这个神圣的影仔。将来要用铁管管嘛，头拄我用启示录19章，总是搁一节，是伫诗篇第2篇。你看哦，诗篇第2篇讲，受我以为讲，然后我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所以即个囝毋是干那玛利亚的囝，是上帝的囝，所以耶稣的身份直接讲出来。伊用铁管要统治万国，所以即个咧讲的，这是耶和华甲大地王讲。所以将来即个查某人的户裔，特别的户是以色列人，是阿伯拉罕户，伊当时嘛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一个出来是用两个称呼，一个叫做阿伯拉罕的户，一个叫做大卫的子孙。所以启示录咧讲就是讲魔鬼甲耶稣基督甲以色列中间一个足久的一个战争。即个伫咱的话叫做弥赛亚。即尾灵有4个名。伊有圣经有8个名，总是时间的关系，我讲4个就好吼。第一个就叫做灵啦，大尾红灵吼，大只灵吼，红色的，也有7粒头，10个角，也有7个帽啊吼。大代表伊力量真大，红代表伊真受气，要甲人相拍吼。
即个12章17节，罗灵迄个妇人人受气，要甲因相谈吼，受气相谈。啊，灵代表啥？伊毋是甲上帝变大，伊是上帝所创造的。伊虽然足厉害，总是伊嘛是遇做不人。啊，第二个名讲古蛇，咱就想到海淀去买蛇吼，所以伊是灵，啊总是伫创世纪的时用蛇的形来出现古早的蛇吼。啊，启示录20章嘛安尼讲，灵古早蛇魔鬼撒旦，伊是挑剔迷惑。过来，伊讲伊的名叫做魔鬼，魔鬼的希腊文叫 Diabolos。这个 Diabolos， 这个魔鬼英语叫做 devil， 伊的意思就是控告者，就检察官啦，诽谤控告，甲你控告了。所以你知影，这个灵吼，开始甲你诱惑，甲你诱惑，你若无注意去互引诱去的时，过来伊就变面，甲你控告。啊，控告无赢，伊就甲你逼害。所以灵有三招啦，诱惑了，甲你控告哦。控告了，就甲你对敌对付伊哦，这叫做撒旦。撒旦是对敌者，甲你对敌，甲你作对的人吼。这是伫撒迦利亚所讲，所以伊的四个名吼，伊叫做大尾红灵，真有气力，总是伊是上帝所做的。伊诱惑人，伊控告人，伊对付人。拢是上帝吼，即个大祭司穿水衫啦吼，穿垃圾衫叫撒旦来对付。啊，伊的战争啊，根据启示录12章看起来，伊有5届的战争，都已经可惜，伊无一届赢。天顶的战争吼，发生伫当时咱毋知影，就是伊甲天使长米迦勒。你知影吼，耶和华的天使足济，总是分做3组，我想是3班制。早班、下午班、晚班吼，总是其中有一班吼，迄个是所有天使咧上水，迄个尾来变做撒旦。伊敢讲，我逐摆拢做人前，我家己爱开店做头家啊吼，所以伊就想讲，我甲耶和华来，啊，伊会较有3分之1的天使，你来说，啊，佫有米迦勒，啊，佫有另外1组吼，3组，啊，加再有2组对耶和华较好，所以耶和华要较赢面，吼，2比1啦，啊，伊拍输嘛，伊就伫天顶。介强啊！拍输就叫挂了，挂了咱就衰啊，为天顶挂了就挂来咱遮。所以米迦勒就是另外一组吼，米迦勒甲伊的使者甲灵吼，啊，但也总是伊无赢，所以就叫看中。耶稣讲我捌看吼，魔鬼敢若彗星对天顶对落，耶稣家己讲吼，所以这代志已经发生啊啦吼。耶稣讲吼，我捌看见撒旦吼，亲像闪电对天顶对落。已经落来，啊，落来是伊的3分之1的卡罗啊，甲伊做伙落下来。第二，伊就既然下来，伊就想讲好，我来对付即个上帝，要救人类脱离伊的即个关系，迄个囡仔，迄个弥赛亚，啊，就到耶稣的时阵。啊，你知影耶稣出世，就迄3个外国人啦，迄3个人莫去。王将去问讲，恁遮有一个王出世都无代志啊！伊无徛龙道有无？徛迄个希律的王将，甲问讲，阮伫天顶看一粒星，吼，恁遮敢有国王出世？伊就讲，我最近也无生囝，迄啥物人吼？啊，伊是有抄到文书啦吼，啊，去问嘛，伊足紧就查着咧，你家属也讲，必定行啊，恁是上细的，恁将来一龙传，伊必定行。啊，伊就讲甲迄个啥博士讲，啊，你若看着吼，来甲我讲，我嘛炸一个礼物，甲爱写一个吼。结果是要叫抬啦，啊，3个就是上帝叫我，你莫叫讲哦，伊来抬哦，啊，3个转选啊，4万选转走。伊若卖选就无代，伊一个选的迄路王知影死啊，迄3个无转来嘛吼。我算讲，4档是出嚟，2档是出嚟，咁足简单，2个厉害囡仔总台。你知影是总台嘛？上帝惊着啊，半暝啊，恁敲电话甲约瑟讲，约瑟，人要刣恁囝吼，你毋好等到明仔载吼，半暝啊就走，所以走去埃及，所以这态度成功。这是第一个吼，伊想要杀死玛利亚所生这个咱的救世主咧，迄个王吼，足受气的哦，总是走去。
所以恁本母是玛利亚，星星婴就是耶稣，啊大红莲就是基督徒。好，啊恁本母若是以色列的，星星婴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啊大红莲就是啥物人？大红莲就是法老王。咱即摆搁倒转去较上古早的事情，你即阵嘛是共款，法老王惊以色列人坐起来对国家是威胁，明言讲所有的查甫婴仔拢甲等落水底。所以摩西嘛去互因妈妈等落水底有无？总是他都有较戆，伊无讲等落水底袂当用物件包起来，所以足巧的用一个篮，啊个咸仔干，但迄个篮糊糊袂流水有无？我等落水底啊，总是放伫篮啊免碰。啊，因昨仔去洗身躯，我听着一个囡仔咧哭有无？啊，这个古水古水啊，当捡去做惊，所以摩西伊的意思是水是鼓起来，知无？本来是要甲读，啊，最后摩西甲以色列人传出埃及，啊，以色列人转开始变做一个国家，这是法老王想要灭这个救世主吼。啊，即摆过来，伊既然即个婴仔食入去，伊就逼即个查某人。啊，即个查某人咧，上帝就甲伊放放互用，其实啊，啊，这讲出去，人哪有可能会飞啊？查某人其实啊，这叫做超自然。啊，即尾蛇，吼，即尾咧吐水，要甲这查某人因无死，啊，结果咧，伊拄伫旷野，旷野打国，所以旷野就把水输了，所以这叫做自然。换句话讲，以色列国为开始有雅各的后甲即马。伫历史上，你看几啊摆人拢要甲灭掉，包括希特勒，总是上帝敢若用代志，无管是用超自然方法，还是用自然方法，以色列甲即马相反，即马即个哈马斯也是要甲以色列灭掉，所以即个故事要继续咧进行，即个灵要甲即个救世主即个族要甲灭掉，所以伫遮吼，要讲哦，因为两个时代，我讲这是超自然。叫即个沙漠水输了，所以伊拢无成功啦吼，所以这伊嘛无成功吼。啊，这是已经即个一载、两载、半载吼，这是已经但以你讲的末世，所以甲马利亚无关系，是咧讲的将来世界要结束的时候发生起来。所以安尼来年分都是以色列，先是婴仔是以赛亚，到尾红年就是基督，即摆已经甲启示了。迄时候12章到尾啊，有讲红莲徛伫沙坡顶，有无？啊，你还佫读落去。即摆红莲知影伊无法度行，伊就安尼甲伊的管理互另外一只兽，迄个兽就是迄个怎么讲？另外佫用一只羊仔为录现出来，所以真注意，伊要对付查某人的其他的户，即摆要拿出来哦。伊要对付第一个户。无成功，因为迄个囡仔叫会去上帝啊。其他的户是啥物人？你知无？就是替耶稣做见证，就是今日坐一只礼拜每一个人，就是基督徒。所以你要知影，咱即摆已经成做红莲要对付的对象。所以甲咱有关的，就是无关啊！耶稣的故事咧，引导的代志，因为上尾也则讲其他的户是。替耶稣做见证，就是咱，所以是安咱需要读书，来甲咱装备，互咱有专业的分钟，咱才会较赢。啊，无你就叫抬起来吼，你甲看。所以你毋好讲读12章，甲13章的时，即尾灵开始用一只海中出来怪兽，佮用一条山里出来怪兽，即个讲吼，其他的查某囝、查某囝是咧讲咱哦。灵负责人受气，就较其他的囝儿查某囝接近，吼，所以看哦，这个囝儿查某囝就是守上帝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啥物人？就是咱，就是拿卡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圣经12章甲咱的观念就是伫遮。希望讲咱会当较会，因为咱若是好个装备了后。咱有三个武器，当对付撒旦的三个攻击，所以咱可以输啦。大红莲、海中的怪兽，就是叫基督，这是政治啦，比方这帝王官嘛。啊，佮另外，佮有一个山顶吼，对头你出来一个怪兽，啊，这个看起来敢像羊仔啊，
总是嘴若开咧，你知影叫杨梅来喙齿毋是安尼，叫做假仙滴。即只杨梅啊，你若看伊喙开起来，你会惊死吼，伊会咬。我甲你讲，别教的一个方法就是讲吼，用正义，比如讲用中国开始对付，话恁讲对付了，即摆开始对付教，即种简单。你信耶稣入去关，入去，这是外口。另外一个就是用牧师。所以，这只样咩啊，叫做假神秘。所以魔鬼要嘛为外口逼教的，那逼内用，足简单，甲牧师变互伊变做传的道理，毋是真理，规个教的对你做。所以魔鬼足厉害，你莫想讲对着拢伫外口，无顶是对。这个路中兽代表的是假先知、假先知，伊用伊嘴的假事来互规个来日子内离开耶稣。这伊嘛会当开着吼，所以这叫做宗教。所以呢，这只大红娘尾啊，要对付咱教会，伊用两个方式，政治对外来，一个是宗教，就是对教会内底。所以我才用一个教会道吼。安尼灵魂路就是以色列先生的边啊，就是以赛亚，啊，当时咱咧个其他的囝查某囝，就是咧讲圣道，就是咧讲基督徒。咱伫遮就入来啦吼。大红莲变做三个吼，海中心甲陆中心，所以这叫做231。啊，咱的上帝是圣三一无，圣父、圣子、圣神，所以撒旦会靠你。你有三一，我有三一，我的点我想太点吼。所以231要对付圣三一吼，咱的圣三一是圣父、圣子、圣神，拢是伫末世时，撒旦有当无直接出面伫你后边，总是透过政治，透过咱的教会来甲咱见证。啊，这个最后的见证圣经叫做哈米吉多顿，你若出面你再去看吼，最后因就甲所有的世界集中起来，哈米吉多顿给台输啦，哈米吉多顿战争吼。啊，台输的是迄两只，即个海中兽甲即只羊咩吼，先锋等落去毁灭，总是即只灵会等落毁灭。即只灵关于无底深坑1000年，迄1000年耶稣基督就做王伫即个地面前，1000年了，红莲佫放出，伊佫毋甘愿，最后一个佫要甲妖我拼，迄届毋是伫哈密士多做，迄届伫倒位？安尼啊，拜托卓牧师来甲你开启示录造就班。最后次世界大战不在哈米吉多顿，在哪里？伫倒位？叫做哥格嘛哥，有印象无？哥哥嘛哥，哥哥嘛哥，迄届红莲就输啊，最后一摆，啊，就等落去开哦，啊，即个战争就结束，咱就去新天新地，这是启示录上尾啊，讲的咱的第2个结束吼。即个红莲先锋关，哈密吉多顿先锋关落去无底深坑1000年，1000年了佫出来，哥格嘛哥，就是最后1000年了，即个撒旦对即个无底深坑放出来，啊，伊就是哥格嘛哥，最后要总是无赢吼，所以5届台拢台输啦，国公嘛，这是最后的世界大战，灵魂路是以色列，先生的婴仔是以赛亚。大红莲就是魔鬼撒旦，其他的囝儿就是咱，这是咱最后要面对的是这个5届连败，天使顶伫天顶，互摔落来，要食这个婴仔已经去到上帝遐，要逼这个妇人人，总是上帝互伊两个膝啊，啊，佫互伊大自然来保护，要甲教会战争，总是咱嘛赢，爱向关于无底坑，最后战争的是伊就向咱来去恢复吼。灵想要抬即个英文的货的，古早就是法老王吼，伊想要灭族，总是妈妈足巧用即个摩西救救，所以摩西伊的意思就是水内底去用救救，所以即尾大红莲就是法老王。耶稣出世的时就是即个，大尾红莲是即个，啊当然还佫足济啦，时间的关系我无讲吼，那个。下面还在过波斯帝国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什么叫哈曼，伊嘛想要甲以色列灭族，所以
以色列希特勒嘛，所以历史足一摆，撒旦想要规个以色列要掉，就救阮落来，总是拢无成功，拢无成功。到尾啊，即届耶稣向电视剧，撒旦咁好，即届我成功啊！伊咱知影上着一步，叫做过我，伊无成功，所以伊嘛无成功。但耶稣电视剧应该死啊吧？那知影上帝互耶稣死过我。安尼甲耶稣电视是面是比较多，所以大尾暗年是比较多。对，小人咧讲课，撒旦要甲咱攻击有三个技术，第一个就是迷惑。就是装可爱吼。第二个就是控制，你若跋倒的时，伊就是上帝面前甲你控制。啊，第三个就是甲你迫害。你知影？但你三个朋友有无？无要拜迄个金毛像有无？啊，就蛋落去迄个火炉嘛。啊，蛋三只煞变四只，伊讲，毋是蛋三鲜肉，啊变四鲜。第四鲜啥物？讲上帝的，所以逼迫的时，耶稣会回来。根据这个故事来讲，所以讲足奇怪，看我等三只里面，哪会变四只吼？伊要咱见证逼迫，尼布甲尼撒人发生有着拜偶像、过烧，总是耶稣甲因同在。我毋是等三个人，啊，哪会第四个？啊，佫因佫无烧着吼，就上帝保护。咱要安怎读赢？这两个人爱来读，咱做伙来读，咱用北京话来读过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叫三交吼。第一个就是讲，咱包括耶稣的保护吼。咱信客可以为会，咱得救了后，咱就活出一个见证，咱见证的道。啊，若伊甲咱批评，上帝就甲咱提醒，咱若死人惊，伊就无你会发动。最后一个，咱做好的见证，过来是无惊小性命吼，愿意为主放下性命，安尼你就一定较赢吼，无人有法度来对付你吼。遮真注意哦，这款启示录第2章13节讲，你徛的所在是撒旦的座位。有一个人叫做安提帕，这安提帕是用心见证，总是到尾后有见证伊讲，伊嘛坚持，所以伊是一个得胜者。这安提帕呢，这个比赛甲这个见证，伫希腊文是共一字，所以有两种见证，一个是活的时的见证，一个是死的时的见证。伊的希腊文叫 Marcus。Marcus 呢，第一个我的见证叫做 Witness， 见证吼，你所行所做所讲，见证耶稣。啊，万一伊若总爱甲你抬，无要紧，叫做 Martyr。Martyr 就是殉道者。所以咱若是我咧为主做见证，为着信仰，政治甲咱要甲咱判死刑，咱若毋惊死的时。安尼活死，咱拢是一个见证。咱做来读这个喏，北京来看来，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安尼这了解无？啊，你若活咧也做见证，啊死也做见证，魔鬼无你有法度啊！你着看，当然第一个你爱说伊会先甲你引诱。你若引诱跋倒歹势，你无见证。后壁我免讲吼，只要你牵袂着，伊先汤仔互你食，啊了再甲你拍，啊你若毋惊死，伊就毋知要安怎。你有三招来对付伊个三个计定的吼，为主活，这就是见证；为主死，就是殉道。我的结论，用平安的福音做鞋穿骹，用圣洁做金牌，啊个地救恩的头壳，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这就是对需要甲咱装备的吼。咱来好好啊，来上伊个课哦吼。哦，到暗暝若甲你卖迄个时，你要安怎较赢伊咧？来活出基督的见证，伊就有法度啊要安吼，你用上帝宝剑吼，啊个福音的鞋来做见证。啊，大汉若甲你控告要安怎咧？你就信靠耶稣的救恩，互伊有法度甲你控告。啊，你的救恩就是金牌，啊个救恩的头壳吼。
伊若要甲你刣啊那哩，你着讲我为主医生毋惊死，安尼伊就无法度吼。所以马克就就讲为着我，福音送出性命，就要救性命，所以这个国外不满，互咱唔免惊，咱慢慢来祈祷。感谢今天，各牧师来阮教会，甲牧师配搭，甲阮带领，甲阮总结，阮期待。牧者会带领阮的教会，真做一个真有见证的教会。无管是活，无管是死，我拢真做耶稣的见证。特别用撒旦甲阮引诱的是保守阮，无对落撒旦的引诱，互阮赢过撒旦所有的诡计，互阮即世人真正倚靠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感谢主，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妹，咱个念即条会的时光，靠主耶稣圣名。咱站起来念好无？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咱得他的胜利。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撒旦就会逃离。下来恭敬上主听他，下来恭敬主作为，靠主耶稣圣的圣名，来得他的胜利。来一摆来，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来得他的胜利。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撒旦就会逃离。下来恭敬上主听他，下来恭敬主作为，靠主耶稣宝贵圣名，来得他的胜利。时间，这个是记得，不忘今年，至少今年。咱靠主的圣名，过得胜的生活。咱无一定会当为主来提升生命，总是咱一定会当为主活出好的见证。为主感谢咱大头这个。感谢主带阮进入新的一年，虽然这是历年是对阮有真大的挑战，甲压力的一年，但是主啊，知影阮若倚靠你的名，阮会开。我知阮拄着有血的时，阮无谈落撒旦的规定，互阮伫每日的生活所行所做，好的见证。咱教会每一个孩子的靠主耶稣圣名，会当做好的见证。咱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多谢蔡牧师给咱遮好的提醒吼。即马咱内容奉献来回应咱今仔日所听的讲道。他出现的刚刚一般。
是恩义吼，咱洪秀长老的大汉囝的婚礼，伊有准备那个礼品吼，在以后边，咱会后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享用吼。那今天我们有几位新来的弟兄姐妹哦，一个是王启义 ，OK， 还有一个李放，他好像是一家人，是不是？还有王俊凯，还有王启元，王启生。还有王奇进，欢迎协会这些人来参加哈。那会后的时候呢，咱也是应该做欢迎的平安礼哈。咱来看今仔日的报告哈。咱后礼拜的书会是赖慧珍执事哈，去的唐刚咱家己来看，咱各小组的组会人数，咱来家己看吼。咱本会的消息，咱来看本会的消息吼。第一，咱要多谢蔡茂堂牧师吼，过来给咱提醒吼。再一次热烈掌声来谢谢蔡多嘉义。基本上大家拢已戴着那个得救的头盔哈，拿着。卓牧师哈，要打来的圣灵的宝剑哈，那能够有得救信德的藤牌哈，来帕借这一场不容易的战争哈。但是咱相信哈，咱会赢，因为咱是一个上大的伊来做咱的靠山哈。咱第二，咱要报告的是后礼拜就是咱的卓牧师哈，伊的就任的。感恩的礼拜，欢迎咱兄弟大家来参加吼，于3点，现说28号1月28号下晡的3点半开始吼。因为总牧师因很多家人迄边的教会冇巡路过来吼，咱做给出吼，咱的停车位让大家尽量能够在。后礼拜主日结束的时阵，咱个位留出来，互咱的来宾来使用。第3点是咱想要感谢咱的牧师吼，开始有足侪装备课程吼，这内底就华语的查经班内底有信徒的成长班吼，家己不用去报名吼。第日查经的时间吼，主题是10届吼，请大家如果有空有闲的时阵吼，拢尽量去参加吼。咱第4点吼，是咱今日下晡吼1点到4点半的时间吼，咱罗牧师吼已经要开始伊的工作啦吼，咱微型的退休会吼，请勇进。甲各小组的组长的同工吼，来参加吼，也咱大家准备咱的心吼来参加。第5个吼，咱要欢迎那个加拿大来那个江牧师，江牧师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欢迎江牧师。他因为本周开始吼，来等于说我的。5个月你南口的宣教之旅，要参与咱教会集体服侍吼，咱欢迎伊也多谢伊来帮忙吼。第6点吼，是咱教会决定伫2月24号、3月2号、甲3月29号下晡1点到4点半吼，那有小组长的。出街训练吼，请所有同工预备咱的心来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吼。我相信撒旦一定互咱足侪条件利用吼，咱在足侪祈祷拖出这样的施工吼。那本会过哩第7点吼，是3月23
到3月30下晡的1点到4点半吼，咱有全国小组的密集的训练吼，请咱要参加的同工吼，准备咱的心，咱大家也为着这项时间吼，政府小队就继续为伊指导吼，就看咱的装备课程已经摆到3月底去啦吼，咱周牧师会足无闲的。那第7点吼，第8点吼，咱后礼拜是郑鸿辉牧师吼，伊要来咱到教会，伊要讲的题目是有啥物问题吗？咱预备咱的心吼，来期待，来为郑牧师来祷告吼。第9点吼，是咱学会精兵协会吼，4月安排你4月2号到9号吼，拢有8天吼，要去参观，要参访吼，咱的缅甸的宣告的时间吼，请大家为这个代志来带导。关怀带导内底吼，第1点是咱的弟兄赵祥德弟兄的妈咪吼，赵林往事姐妹吼，伊17号已经安息离世，今年98岁吼，预定伫1月30号要去屏东吼举行的告别式吼，请咱大家对遗族来继续为他们带导。以厝的调养的，甲住院的吼，请咱大家继续为因来带导。第4点吼，咱就要为教会吼真重要，第2真重要的一项代志吼，是咱要礼拜堂甲3楼的副堂吼，要重修要有整修的一个计划吼，请大家来为这项时间吼继续带导，也可以奉献吼。那奉献的金额吼，咱详细大家来看，如果有金堂的所在吼，请恁甲会计通知吼。咱今仔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吼，今仔的经句是伫启示录12章来讲，咱来读2摆吼。因为中国有为在民所产生的能力，来看养义，先要上义，然后才有正信的信仰。因为中国有为在民所产生的能力，来看养义，先要上义，然后才有正信的信仰。来送义，来看，咱大家弟弟来念信息。500是高楼平顶100。正是相当感动，甲咱每一日3到2日，互咱每日的生活有铸造美好的见证，咱也撒旦一切攻击甲攻击，并且咱日起，甲咱的主耶稣过来时。
喜饼，他们的喜饼。来，妈妈吃下。谢谢哟。